排越強。我越唱越勇，找到方向。其實 Joey 咧開 show 之前有咩話要戒口啊？唔食得辣咯近排，同埋係咪不嬲都唔食得㗎？咁又唔係喎，我勁食唔理佢嘅喎，咁同埋即係我又唔覺得真係食少少會好大問題嘅，不過好似話叫做做啲嘢啦咁樣咯，同埋飲好多湯啊，啲潤喉嘢啊，同埋就係、咁呢個禮拜其實我媽咪都會整緊一啲好健康嘅麵啊，佢就用少少啲蘿蔔絲啊、蘑菇絲啊，佢用少少油炒埋俾我食咯。即係佢話唔好食咁多飯盒，因為 band 靴啊或者要排舞一定會食飯盒，咁好多油，咁我話盡量戒少少油咯。咁同埋 Joey 點樣開聲？因為我近排就即係近呢一半年咧，咁我都跟住一個新嘅唱歌老師，咁佢就每一次上完堂咧，佢就有隻 CD 俾我㗎，咁我就每一日就喺車度，咪咁樣咯，一啲音嚟嘅啫，只不過。嗱 warm up 下咯。咁有冇關埋運氣啊嗰啲咁嘅事？運氣都會㗎，咁其實佢教咗一個方法好有效，就係即係譬如吸氣咧，如果你好大力咁樣吸啲氣咧，你啲氣只會係喺個胸口度咋，你入唔到落個即係下邊嗰啲叫做唔知咩位啦，係啦，丹田嗰啲位啦，咁所以你要慢慢吸氣咯。然之後咧，你呼氣出嚟咧，你唔好諗住係吹熄支蠟燭，係吹到啲火搖下搖下咁樣咧，咁其實慢慢咧就練到氣㗎啦。呢度咧6歲就代表咧，我去咗學唱歌，學唱呢首歌，咁咧間低咗嗰啲咧就係要注意嘅地方。呢首歌係唱得好差嘅，你知？係咩？16號愛人。16號愛人。好差咁咩？你唱得？即係唔夠好咯，因為呢首歌其實冇得過。係啊。有啲好多人識嘅，係咪卡拉 OK 嗰啲大 hit 嘅？係啦，咁所以一定要即係唱好啲。我見你揀得好多喎，咁係咪即係每個位都係要注意嘅？係好多，因為其實咧唱就唱到嘅，但係唱得嚟辛苦咯。咁學完之後咧就會唱得好啲咯。例如有啲咩位係要注意咧？即係譬如人哋喺卡拉 OK 唱到對啲字唱嘅啫，就啱。唱失啊！即係譬如嗰啲，即係好多啊，譬如呢度第一個啦，想起當時蠢人沒法子純情得，即係得可以，男心中只得你唔係好唔好？即係嗰啲音嘅問題定係感情問題？其實係音同埋發咬字唔好太實。即係有陣時發現我好多歌都好密嘅啲歌詞，如果你咬得太實咧，可能會令到即係影響到個高音上得唔好啊，或者係有障礙物啦咁樣咯。嗱，咁而家對住個譜對住歌詞就知道嗰啲位要幾好唱好啲啦。咁到時冇得睇咁點？所以而家就要 band 佢啦，即係要練多啲，記多啲，然之後到最後咧就即係所有嘢都入晒心咯。何以我變了你的16號愛人，隨便碰上那個他都比我更有趣吸引，偶爾我亦願我是別人，能轉個化身共你再密滾，我以前是冠軍，怎會慣做後備愛人，曾經也上到最高作戰花落谷底的暗，看見未來星腳已在震，因我說過愛是無限，才會受教訓。不想再競逐你的吻，我怕贏了野公憤，面對幾千個敵軍，終日查問，是誰幸運做你本州冠軍？何以我變了你的16號愛人，隨便碰上那個他都比我更美更吸引，最怕以後位置再下沉，也好恨也再別恨，我以前是冠軍，怎會慣做後備愛人，曾經也上過冠軍，見這份愛深深不忿，你那熱忱他吻我又吻，當你變了這樣隨便，誰個又要問？今
今次咧籌備演唱會咧，會唔會比上兩次會多啲時間咧？即係可能會上次要多啲時間錄唱片或者其他宣傳。其實今次嘅時間已經比往年嘅多，因為譬如排舞咁樣咧，其實我都唔記得咗係我啲排舞老師講翻俾我聽，佢話臨開 show 之前2日你仲學緊，但係其實我今次咧而家其實我已經學完咗好耐，咁兼且仲喺度不停咁樣 run through 緊排緊舞咯，即係令到自己更加熟習咁樣咯。咁另外就係譬如我哋無論衫啊、髮型嘅化妝啊、歌啊。咁好多嘢都係好早之前已經傾落，只不過係話每一日都有啲新嘅諗法，咁所以就改下，係啦，貪心嗰啲，係咯咁。嗱，有冇諗過點解 Joey 自己3次演唱會都係10月要舉行？邪咯，係啊，我都唔知點解。其實我有聽聞過係下年嘅年頭嘅，或者我同10月有關係啩，同埋我又即係秋天涼涼地聽情歌，有一種幽幽的感覺咯。當初的我為了你圍滿着好友，日夜怪你愛不夠，還驚你風流，然後到我內疚，任旁人來應扣，恨你沒有問情又便放我走，誰都會想，怎知一刻便會想，怪我自己作反，明明我不應再揀，忠貞怎可以貪，給拋棄亦已很慣，不慣去承認自私，移情別愛太監，遲早要散，散得精彩未算慘，我卻要終變奸，斗膽一腳踏兩船，想想我是又啱，無面目再解釋，自閉了承諾是否太斗膽。其實 Joey 每日排幾多個鐘到？通常我先今日1點嚟到6點走，2、3、4、5、6 5個鐘。之後咧係咪要排舞啊嗰啲？排舞使乜唱？要㗎。其實而家啲咪擺晒嚟呢度，但係開頭排嘅時候我就要帶住咪唱晒響晒聲，因為咧你要知道每一個動作咧，可能有啲動作會令到你發音有啲問題咧，咁你就要改咯，唔可以為咗要完成個舞步而忘記咗要唱歌嗰樣嘢咯。咁其實係咪最後真係得2日時間喺紅館做晒成個 show 㗎？先唔好諗下先，係第一日睇紅館 full dress， 但係咧我之前2日咧，我而家個制度幾好喎，可以喺九展咧唔知搭個假台咧去即係 full run 咯。一個造型係一樣㗎？其實唔係嘅，係俾大家 hear 嘅咋。嚟過最後一次，即係啱啱草蜢未做完個 show 嘅，咁佢就23號做完，咁我得24號搭台，25號就踩台，咁然之後26號就做 show 咯。咁但係如果我淨係得1日嘅話咧，就太少時間啦。咁所以我公司就幫我安排咗喺九展度，即係有啲最後嘅 rehearsal 咁樣咯。Joey 咧，其實開 show 每次會唔會有啲咩迷信嘢咁樣嘅？拜神咯，係呢啲最迷信㗎啦。我見你而家帶住個公仔啦，咁譬如到時會唔會又擺喺邊啊？呢個公仔唔係迷信，唔係啊，因為咧呢個公仔咧係會可以擺入微波爐叮熱佢，然之後咧因為我瞓禮頸啊，咁我就壓佢落嗰個頸度啊。點解要瞓禮頸會痛咧？正所謂不通即痛啊，即係你啲嘢唔通咧就痛啊嘛。咁你熱一熱佢咧，等佢舒緩咧，咁就唔痛咯。都唔知點解今日唔 work。咁但係自己就冇啲咩迷信嘢，帶啲咩嚟擺喺度啊？咁先灌下自己咁樣。哇！我真係冇呢啲嘢喎，係啊，我諗我最迷信就係而家擺咗個蒸汽機喺嗰個床邊咯，每一朝起身就濕晒咁個地下，好迷信。但係我冇話特別有啲咩，係啊，即係最緊要靠自己。